日本富良野市由市长北蒙俊、议长涉谷正文所率领的市政团队加观光业者代表，28号来到市府拜会市长黄伟哲，双方除了互相致敬纪念品留下历史性的一刻，同时在会谈以后，嘛正式签署友好交流协定，希望促成两个出名的观光城市有更加多合作。签订很重要，但我们实际上的一个来往已经有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互动，包括学生以及包括我们两个城市之间，这点是非常非常让我们感谢的。也期待接下来我们的台南的物产、富良野的物产、台南的学生、富良野的学生，以及一些交流、文化交流、体育交流活动能够陆陆续续展开。台南甲日本富良野市缔结友谊期以后，富良野市嘛成为台南到目前缔结的第53个国际城市。日双方都来延续进前文化教育加农特产品等交流，更进一步会因周边的城市持续推动实质合作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